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5年4月11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31篇第9节到16节，以赛亚书54章第9节到第10节，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到18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正圣。上帝摩西来显现，当摩西要就近伊迄个焚而不毁的刺皮的时阵，上帝就甲摩西讲：脱你骹顶的鞋啊，因为你所徛的所在是圣地。圣经嘛有真侪所在甲咱讲，上帝是圣洁的，所以咱着爱圣洁。好像亲像伫彼得前书第1章16节所讲的，恁着诚做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基督徒正圣，不但是家己爱去追求，更较是上帝的恩典。旧约圣经提到着圣别，就是分别做圣。伫原文的中间是一个被动的形态。就是被竞选的人去互上帝来称咱做义，因为人家己是无清洁的，无法度互家己正做圣洁。就亲像以赛亚书54章第9节到第10节，先知书所提到的，这对我来讲，若亲像那的日。我入世袂阁互大水淹没大地，但我嘛要入世袂阁对你受气，袂阁责备你。大山会当闪开，小山会当迁移。毋过我不变的听，永远袂离开你。我会永远遵守和平的约，怜悯你的上主，安尼来宣布。先知所讲。以赛亚所讲的这个上帝应允，大水无搁再来淹没，无搁再受气，无搁再责备，这拢是上帝出自上帝的主动，毋是人的能力所会当做的代志。正圣的概念其实是正做完全亲像上帝同款。这是基督徒的目标。希伯来书第2章第10节到18节提到着正圣的观念。为创造佮医治万有的上帝，为着要带真济的囝儿进入伫阳光，才着互拯救的开拓者耶稣，经过苦难成做完全。事实。互人正圣的，甲得到正圣的，拢对同一个源头出。因为安尼，耶稣称呼因做兄弟姊妹，也无感觉见笑。伊对上帝讲：我要对我的兄弟甲姊妹保养你的命，伫因的聚会中间吟诗学罗你。伊阁讲：我要信靠伊，也讲。看咧，我甲上帝互我的囝儿拢伫遮。既然这的囝儿是有血有肉的人，伊本身嘛甲因相款，正做有血有肉的人，通过伊的死毁灭迄个掌权死亡的魔鬼。佮讨帮遐个因为死亡的惊吓，一生做奴才的人，当然伊在关心的毋是天使，是亚伯拉罕的子孙，所以伊伫逐方面着甲伊的兄弟姊妹同款，通伫上帝的面前做仁慈忠信的大祭司，通互众人的罪得到赦免。因为伊家己有受苦、受考验，伊会当帮衬遐个受试探的人。11节台语提到着迄个正圣，伫现代中用日本翻译做讲
伊所洁净人的罪，伊甲遐会得到洁净的人，共有一位老爸。佮是要正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救恩来，互人得到洁净。因为耶稣基督成做大祭司，也为着人家己成做迄个献祭，将国外的救恩赏赐互世间人，互所有相信的人，拢会通得到救恩。诗篇31篇第9节、9节、16节。上主啊，我伫患难中求你怜悯我，我的目睭因为忧伤火气，我的心神，我的身躯衰弱，我的性命因为忧苦消尽，我的年岁因为哀伤减少，我的气力因为我的罪过衰烂，我的骨头孤单，我所有的对敌拢凌辱我的厝边甲我侮辱。连捌我的人嘛，拢惊我；伫路年看到我的人，拢闪开。我亲像死人，互人袂记得，无人笑脸。我亲像破去的器具，互人献杀。我听见真侪人死价在造谣，周围充满恐怖，因参详要攻击我，计谋要害我的性命。上主啊，我犹求要倚靠你，我讲你是我的上帝。我的一生伫你的手中，求你救我脱离对敌的手，甲困迫我的人。求你用你的面的光来照你的仆人，照你的慈爱拯救我。感谢上帝赏赐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互阮来得到洁净。愿主帮助阮伫生命中间来维持一个圣洁的生活，来亲近圣洁的主。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